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昏暗时各一届通电话，讨论乌克兰、芬坦尼甲买美国黄豆等等的议题。咱中国是甲重点放伫咧台湾，习近平讲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袂当分割一部分。 中国外交部讲，习近平伫8月甲川普通电话，国际媒体拢认为是中国主动。美国总统川普24日咧社群媒体答文证实有接受习近平的邀请，会伫咧明年4月访问北京，以后邀请习近平明年进行国事访问。川普讲，因有讨论到乌克兰、芬坦尼，抑个美国大豆采买的问题，不过伫答文内面并无讲到台湾。 北京方面首先公布内容，不过并无讲到国事访问，只跟他讲两位领导人有讨论贸易、台湾甲乌克兰。中国外交部讲，习近平有甲川普讲，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的部分。中国甲美国把做伙对抗法西斯甲军国主义，怎么也会做阵维护二战胜利的成果，并且希望乌克兰危机会当量早达成，公平、党会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国际媒体引述中国外交部的讲法，美国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北京表示，这边电话讲差不多1点钟，重点是伫咧目击，而且正拄好是川普政府伫咧推搡结束乌克兰战争，而且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讲，若是台海有战争，日本自会对决定的介入，造成中日关系恶化。 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的学者孙文伊判断，中国担心甲日本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习近平讲到，台湾甲战后国际秩序，就是针对中国甲日本因为台湾问题所产生的不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即摆中国甲日本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中国竟伫咧有历史意涵，也就是甲午战争的战场劳公岛的海峡做实弹射击。 日本讲会伫咧离台湾100公里的乌那国岛部署飞弹。咱国外交部讲，安尼做对维护台海的安全有帮助。也若警政署保持着机动中队，嘛伫咧淡水海南站做防护操演。 中华电信淡水沙轮机房站内传出阵阵的枪声，警力野枪伫上关点戒备，搁较有人伫亲像买菜头盔，其实因是接受过军事训练了后头一摆出现的警政署保利德机动中队，正咧执行淡水海南站防护操演，因为这会攻占海南电路甲全球电信网络结合，和 IT 设置国家基础设施保护计划机密地点。 演习是先做好准备，最近中日关系因为台海议题很紧张，中国佮宣布，你是伫有甲午战争历史意涵的山东省劳公岛海峡进行实弹射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出郎伫视察离台湾110公里的乌那国岛陆上自卫队的时，正是要伫当地部署飞弹，佮抛出甲美国驻日本大使同齐食早顿的相片，佮表示会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威胁甲应对能力，引起咱国日本的关切。从与那国岛的这个位置来看，它对于美日台之间的这个安保有何重要性？那我们是否应该建立常态的这个对话或协调的相关机制？有帮助于维护台海的一个安全。我想跟日本各方面的对话一直在进行当中。军事同盟啊，或是签订同盟条约啊，是不是？那对于我们台湾国土多一份保障嘛？寻求签订正式军事同盟，并不一定是保障安全最好的方法。外交部处长高志忠指出，过去的讲法遵循日本政府既定立场，无法度直接解脱时，日本会协防台湾。咱国也无甲日本建立正式军事同盟的规划，强调对台湾来讲，当前上重要就是降低冲突，协助战争爆发，各甲友盟国家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咱做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豆豆增强，下晡温度会阁降低，早暗都要注意温度的变化。咱来看温度。今仔日伫咧宜兰有局部的短暂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花东甲恒春半岛会有雨雪啊，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若北部、宜兰甲花莲日时的高温是21度至22度，中南部甲台东的高温有甲25度至28度。不过下晡中部以北甲宜兰低温会降到15度至17度，南部甲花东是18度至19度。提醒大家出门都要加套衫。
受到这波东北季风的影响，上悬的时间按算是会伫咧拜三的透早，到时各地气温差不多伫咧14度至18度。医生提醒，温度若降1度，心脏塌气的比率就会增加2.6%，尤其是血糖、血油、血压较悬的人，都要特别注意。未来会有2波的东北季风影响台湾，第一波影响到拜五，上悬的时间伫咧拜二暗到拜三，各地温度伫咧14度至18度。过来第二波就是礼拜，温度会搁较降。气象署提醒，最近温度会起起落落，民众底衫唔免完全收起来。在北台湾这边的话，有时候白天是感觉上比较像是比较温暖的天气，但是呢，在东北季风影响的期间呢，白天的气温回升不明显。那至于在中南部的这一带的话，白天的高温都还是可以来到25度以上，其实感受上面是比较温暖的。那早晚的部分，各地都会下降来到20度，甚至到15度。有心脏科医生提醒，最近透早、透暗温度真低，日时暗时温差真大，这款变化也让心肌塌的几率大大增加。根据国内研究指出，若是温度每降1度，心肌塌断的比率就会增加2.6%，尤其是高血糖、高血油、高血压，有三悬的时段是高危险族群。天气寒的时阵，食会较油、较重咸，所以这款时阵血压有时阵较歹控制。咱若血压控制无好，常常讲咱心脏的一寡问题就会走出来。医生也表示，天气变化大的时，就要斟酌身体的变化。若是出现心脏痛、喘气困难、脑痉肝、疲劳的情形，可能就是心肌塌。若是镜头超过10分钟，就要随叫救护车。或者天气冷的时候，会出现胸闷、胸痛的症状。那些症状可能会伴随一些交感神经激活的一个表现，包括冒冷汗，包括辐射痛，可能会辐射痛到下巴、到肩胛，这些都可能是伴随心肌梗塞出现的症状。医生也提醒，天气寒时大浸温泉，唔通浸超过30分钟，心脏的负担较袂遐大。另外，流感预防车就要赶紧去做，避免会着流感变重症。记者第一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各位乡亲，再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罗西亚乌克兰停战计划会谈有重大进展。美国宣布，经过讨论，双方会拟定一个新的，而且更较周至罗西亚乌克兰和平的架构，上尾会由美国甲乌克兰2国的总统来定案。过来看自由时报，医用 AI 晶片订单日头增加，先进制定的产能无够需求。外地大酒店伫咧德科甲高雄规划投资7间2奈米厂，最近拍算要阁投资3间。来看中国时报，习近平24暗甲川普通电话，伊强调讲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特殊重要的部分。川普讲，因理解台湾的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嘛按算明年4月份会去拜访北京。继续，咱要来看，全台湾有5个出理长，因为有中国的身份，去予内政部要求爱解职。另外，明年可能会补起嚟做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李正秀，伊嘛是中国配偶的身份。有风声讲，伊希望签无上定国籍的设计师来解决。不过内政部是讲，这就要依法放弃外国籍，唔是签设计师就好。最近全台各位村里长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问题，予内政部要求解职，也毋过可能伫明年2月，包括加做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李正秀，也有中配身份。这个很见习，对。因为党内2年条款，李正秀去年起就对党团总调黄国昌建议，即马传出伊希望签署无相同国籍的设计师寻求解套，也毋过内政部立场强硬。在我们现在国籍法的规定里面放弃中华民国以外的外国国籍，并没有切结或者拒绝这样子的一个办法。如果你特别对于中国的这个外配或者中国的中配的话呢，其实这很奇怪，这是一个非常特权的条款。老师方指出，即马国籍法第20条规定，有外国国籍的人袂当担任中华民国公职，国爱伫就职1年内完成放弃外国籍。也毋过国民党团认为，依据宪法征收条文甲两法条例，大陆地区并毋是外国，主张爱修正国籍法，保障中配参政权。也毋过南亚地方首长看法无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要修法，你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国家一定要是中华民国国籍才能服务公职。陆配能不能来参政？我觉得基于尊重人权的精神，当然是能够尽早让他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参政是好事情。
刘世峰表示，那大陆地区毋是外国，等于是变相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强调中华民国的主权袂当让步，搁较解说伫国际法之下，对其他国家的国籍拢是平等对待，并无歧视中配。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进前中央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互换作是5星期的图，即马查出来可能是因内底2个人甲一个厂商入侵网站去换的。检方认为讲，因用这款危害关键设施，造成两方紧张，查封情节，照妨害电脑使用罪甲背信罪罪嫌，甲这3个人提起公诉。中共首页互人偷换出现有反攻大陆日样的册的封面，也捌有5000期图案，专案大家一直议论。经过检方侦办了后，查出骇客源头竟然是中共家己人，而是照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起诉中共4、5工程师、伊的4个组长，也有4、5个厂商，3人拢互人见车判重刑。检方批评涉案的中共员工，敢若因为怀疑中共官网有中资介入，都利用这款乌白三字扰乱网站运作，危害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佫引起两方紧张对立，危险甲危害性，毋是一般刑事案件会当比拼。被告等人犯罪情节严重损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建请法院就吴姓、岳姓被告分别量处有期徒刑3年以上及2年6月以上之刑。负责中共官网维护4、5工程师涉嫌利用系统销售权限，制作中共负面消息的主网页，佫放停息码参数干扰官网信号，互民众点入去有问题的主网页。伫互检方搜查了后，伊佫涉嫌煽动官网，互日语版的网页出现简体中文。4个组长是记载伊乌白母，检察官嘛查到因佫开权限互外部厂商煽动官网移动电子记录，就连网站的原始停息码嘛，互对方造成外流。中央广播电台发声明，对少数不法员工涉案，甚至勾结外部人员攻击，感觉真痛心遗憾，已经开除4、5工程师，4个的主管记一大句，造成的名声、财产受损，嘛会提起民事求偿。第一件事情就是像验证啊、身份验证啊，还有一些相关多因素验证等等，我觉得这是可以做预防的。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关于内控，因为一旦网页被改变之后，有没有定期的，比如周会或是月会等等，来去检讨一些内控的一些机制，我觉得可能2个地方都要去进行。用工的治安甲内控也伫这个事件引起质疑，有专家表示有强化的空间。用工是回应未来看下治安基本业务的存储权限，会采分散授权、双重认证的原则，佮定期审查考核，已经同步强化内控。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看财违法的争议也咧滚价。行政院20日通过行政院版本的修正草案，要予地方1兆2000亿创下新高。不过，在野党质疑讲，这内底并无试算的公式，甲各县市实际分配数字，所以讲要退回。那行政院长杜英泰24时赶紧召民进党的立委来讨论后续的攻防。上礼拜5立法院的状况，执政党党团都有一点无力感，我们希望还是要找出一条可行之道。高雄立法院发声，行政院顶礼拜送行政院办的财违法，煞叫南北党团放掉退回，传出无到摆入28的议会议程，也是可能伫天书委员会卡掉的。行政院长杜英泰24中昼邀集民进党立委进行行政立法协调汇报，讨论攻防。我们看到了院版已经调整了新版当中没有去规范的。就是事权要随着钱共同去分摊到地方上。报冲版相较于去年的新版，又足了增加了2646亿，而这已经完全的超出了我们举债的上限。你既然有院版，催了1年多，你为什么不拿出来？那上礼拜我们讨论立法院版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一起参加？到底程序委员会会不会让他复委？这个。明天就会知道了。民进党团干事长蒋嘉宾讲，希望行政院持续甲22县市首长说明，让地方发挥影响力。不过，那样质疑行政院办无试算公式，让各县市对实际分配数字无煞煞。尤其像新北市人均预算已经最少的，在人口指标里面又把权重从45%降到18%，有时候看表面数字不准，
也应该公布出来，让大家清楚。不确定性是最糟糕的一件事。其实他现在就直接公布，如果按他新的方法，苗栗县多少，台中多少，一直到南北，这样大家一看就知道中央政府的心是公平的还是偏袒的。里面总共分成计划型补助、一般型补助以及统筹分配税款。院版财划法会保证，就是各地方政府这3项数字的总额不会低于114年度。安怎突破行政院的纳备封锁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讲，行政院版的财划法经过6届甲地方政府的沟通，参考专家学者的意见，已经是目前得到上届大共识的版本，讲会持续甲日治管区来沟通事权的部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咱台湾人上班的时间是亚洲第2长的，就有民众伫咧公共政策平台提议1礼拜休3天，已经有5000多人人数通过标准。那劳动部是回应讲，理解劳工有期待，不过各种的产业形态无同款，所以爱阁评估。台湾航工作是过劳之岛，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台湾劳工一年平均工时是2030点钟，伫世界排第5名，嘛是亚洲工时第2长的。10月中，民众伫公共政策平台提案联署通过1礼拜休3天，有5000多人呼吁。根据规定，主管机关劳动部爱伫12月初7进行回应。劳动部初步表示，无共产业和无共就业形态的需求，甲顾虑拢无共，就要个评估。持续的在提高最低工资，这也是希望能够去缓解一下这个工时的过长的状况。那另外，其实我们也一直在鼓励，包括很多的工会能够跟企业来签订优于法规的团体协约。针对这项联署，专产总建议政府通参考西班牙的做法，提供补助鼓励企业试办，也认为全面推动会有真大困难。一寡生产线需要24点钟运作的，1礼拜休3天的地区，人力成本增加。伊可能是有淡季、有旺季、周期性这的行业，可能就较无适合来推动。我若是要休3天的时阵，一定是企业雇主爱去请人。因那劳工团体是认为，要解决高工时，应当先就是保障劳工请假和休困的权益，而且高工时和薪水上低，应当爱绑做伙来看。劳工伊虽然有这个特休假，不过伊就无时间去请啊。伊可能嘛是讲我薪水上低，所以我特休假，我宁可把去这休这特休假，我来换这。不过除了周休3日，咱其实嘛有做做进行嘛，使去试看嘛。比如讲咱的这特休假的这落实。也是特休假的这个扩充。另外，劳动部长洪新汉早起接受广播专访，针对劳工请病假的权益，劳动部依照劳工请假规则来修正，明定1年内若无超过10天，雇主袂使有不利对待。若是违反嘛，执法里面年关但施行。也若外送完全法的部分，劳动部已经向立法院提出草案，定出1点钟薪水袂使比上届工资时薪的1.25倍搁较低，嘛要求外送平台爱替外送员投保职灾保险。记者卢尚如、王志光台北报道。国际消息，咱要继续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和平协议。美国顶礼拜所提出的草案，防止其讲是牺牲乌克兰来讲话。目前美国、欧洲甲乌克兰伫咧随时咧悄悄停战的代志。乌克兰这边讲已经有提出因的底线甲诉求，也若交换的条件也要讨论。这边日内瓦的会谈重点放伫咧川普政府所提出，严格也搁伫咧修订的停火架构。美国甲乌克兰代表团就条文一点一点伫咧检视，缩小无共意见。欧洲几多个国家也公布伫随时甲乌克兰协调立场。美国强调，谈判已经对大方向建立一条一条讨论，草案愈来愈晚正式定案。乌克兰讲，美欧乌协商有实质的内容，唔敢若是单向接受，有甲乌克兰的核心需求放入去。Сьогодні день багатьох зустрічей і перемовин. Фактично від ранку дзвінки, наради, консультації. Українська делегація в Женеві вже провела ряд зустрічей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Також з нашими європейськ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Зараз була доповідь делегації за підсумками розмов. І це були ґрунтовні розмови, багато. 严格草案是毋是让过关，抑个卡伫咧几个敏感的红线，包括领土的问题、军力的规模，抑个未来的安全保证。进前团出版本互人批评是偏向罗西亚这边的需求，真正是愿望清单，也引起美国国会内部甲欧洲民国的议论。这边伫日内瓦的重点是放伫咧还未讲好的条文，一条一条讲到瓦群结论、调整分离。莫互乌克兰被迫答应无法度接受的让步。美国讲有几项议题爱交互元首的暂结决定。
And we have achieved that today in a very substantial way. Now, obviously, like any final agreement, they'll have to be agreed upon by the presidents. And there are a couple issues that we need to continue to work on. But I think the report today is that I think today was worthwhile. It was it is probably the most productive day we have had on this issue. 因為歐洲盟國也無過在被動接受和平計劃，法國、德國、英國等國家加烏克蘭地嚟化公佈會談，要求任何嘅安全安排，就係反映歐洲嘅安全加利益，一個烏克蘭嘅主權選擇。公司新聞鄭偉林編輯。繼續來關心美國已經過身的總統甘迺迪因查某孫，也就是目前35歲塔提安娜·斯洛斯伯格，伊是一個作家兼環境記者。今嘛有上新的消息出來，伊去治療肺癌，醫生講恐驚敢若剩1年性命。Yeah, this is kind of mock motorcade. Yeah, these are all Lincoln Continentals like the president was driving that day. So. 1963年1月2日，當年46歲美國總統甘迺迪佇德州達拉斯無期身亡。62年了，這陣民眾駛古早的林肯車，行上伊無期的同一條路線，正濟紀念。因為差不多這幾天，甘迺迪家族佫傳出讓人傷心的消息。甘迺迪的外查某孫，也就是現任美國駐澳洲大使卡羅琳·甘迺迪的第二查某囝塔提安娜·斯洛斯伯格，經由伊寫佇《紐約時報》文章，對外證實伊得到急性骨刺性白血病，而且醫生嘅講，伊的性命可能敢若剩1年的時間。But today is a difficult day because it is a reminder of a moment of profound sadness for my family, for America, and for the world. 35歲塔提安娜是一位作家兼環境記者，伊講家己是佇2004年5月生第二體了後確診的，不過伊並無對外來講家己這陣健康的狀況。因為伊破病的消息，伊閣為甘迺迪家族的悲劇閣再增加一層。除了約翰甘迺迪甲羅伯甘迺迪被刺殺身亡，塔提安娜阿舅小約翰甘迺迪也佇1999年墜機身亡。家族內底也有幾多名成員非自然原因死亡。最近的一陣是佇2020年，羅伯甘迺迪的查某孫甲干仔孫佇過船時毒醉身亡。不過塔提安娜的小弟32歲傑克·斯洛斯伯格最近卻是傳出有意要來延續甘迺迪這個政治家族的行為。這個月12日，伊才拄宣布要來參選2026年紐約市眾議員。Hi, I'm Jack Schlossberg.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is my grandfather, and he's my hero. 除了傑克·斯洛斯伯格，眾議員佇美國政治舞台的甘迺迪家族成員，敢若剩伊老母卡羅琳·甘迺迪，甲現任川普政府的美國衛生加公共服務部長小羅伯·甘迺迪。公視新聞王如梅編譯。今仔日國際上還佫有啥物大代誌？帶各位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有一個佇咧印度甲中國各界出席的查某人，伊要轉機煞是去互中國刁難，因拒絕承認印度的護照。伊就安尼調佇咧上海18點鐘，將機尾印度的官員來甲伊護送才離開。印度講中國這款行為實在是傷過含糊。伊索比亞東北部一個火山，佇咧燒12000年了後，佇咧當地時間23噴發，火山灰衝到14公里懸，甚至探去到也門、印度甲巴基斯坦等等所在。來看日本沖縄話連接水庫淨水場水管漏水，沖縄話前昨昏就有17個市町村停水。咱那霸機場今仔日所有的餐廳是暫停營業，伊嘛呼籲機場的旅客都要盡量準則用水。鏡頭轉來咱國內，伫咧南投有民眾殺老人過車路，說是去互對向倒彎的貨車撞到，加載人是無啥要緊。不過，這個貨車的駕駛要是愛食罰單。另外，伫咧中華中南路，昨昏有轎車咧駛翻頭的時陣，去弄到庇護島，這已經是半年來第11屆去弄到啊。路況何時轉變？查某人殺輪椅，車頂過大路，又過對向一台藍色貨車，準備要倒彎，向輪椅真緊駛過來，直接弄到查某人幸運避過一劫。又過輪椅頂的老大人紅龍杯，2日下晝4點外，車禍地點位於南投縣草屯鎮永安路上，好加在老大人送醫無大礙，警方會對惹事的貨車司機規劃。表面的話還是清醒的，而我們消防人員的話，只能做緊急救護處置，把他送到醫院。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針對肇事者違反交通法規行為，治單舉發。轎車直接開上庇護島，
驾驶着惊停路边落车看，被护岛封路拐甲指示牌受损长期。彰化市中南路甲山中街口23尾仔5点挂，发生塞车回转弄着庇护岛，附近民众真怀疑是驾驶习惯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的驾驶那个习惯都要再做调整。在彰南路一段与山中街口回转时，疑似未注意视线死角，自撞行人庇护岛，导致车辆左前车头毁损。现场无人受伤。这已经是中南路外半年来第11件弄着庇护岛的事件。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为，驾驶人习惯虽然爱修正，路口硬体交通设计也要有改进的空间。他在交叉的路口也没有做车道的引导线的画设啦，就是说，不管是虚线或是说涂颜色，像有的国外是，它是这条车道线，它可能直走、左转、右转，它有不同的柏油的颜色嘛。公路局彰化干部团强调，后手会使用空隙，了解行车轨迹模拟，研议伫中南路路口增加导引线，互西湾有一个明确的移顺路线。庇护岛损坏部分也向惹事的人讨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伫高雄有一个小姐咧路边骑奥多摆，毋过到半中途，却是有一只蜂软入去伊的安全帽仔内底，伊正蕊的目睭去互蜂顶一个规个肿歪歪。挂急诊的时阵，视力敢若剩0.7，还佫引发蜂受影，险险啊就青霉。家在经过治疗，即马已经好转啊。今年25岁江小姐头盔伫机器顶悬，互医生详细来检查目睭恢复的状况。因为1个月前伊来挂急诊的时阵，正蕊的目睭是生做安尼，规个肿歪歪，完全睇袂开。江小姐讲，迄时伊下班对高雄骑奥多摆要转去屏东，骑到半路，目睭疼甲挡袂牢，安全帽摕落来一看，内底竟然有一只蜜蜂的尸体，惊一个赶紧去看医生。就是你会吓到，因为你这辈子没有想过会有蜜蜂跑进安全帽这件事情。对。那看到那个针呢？其实当下很痛，你没有很认真去看到针，你也不敢摸它，你就觉得现在什么时候不要做，就是马上先去看医生。因为我们这位挡下来就比较几率比较小，可能是他那时候运气比较好吧。民众听到当事者是戴全大式的安全帽，佮互蜂走入去顶着目睭，也感觉伤害。医生讲，患者来求诊的时阵，蜂针也佮掉伫咧目睭皮顶悬，正蕊的目睭已经睇袂开，视力降到剩0.7，已经正做蜂受影。因为蜂针内底毒素多元，民众会有啥物反应无按算，较严重的甚至会青霉。医疗团队也随做紧急处理。主要是判断是蜂毒已经开始在局部产生反应了，那于是马上给他一些口服药抗生素啊、利尿剂啊、一些止痛药啊。那治疗5天之后，慢慢的他眼睛终于可以慢慢动了。江小姐透过食药点目药水来治疗，现在目睭已经完全恢复。医生提醒，目睭走物件入去，若是感觉点点，千万唔通揉，爱目睭刻刻用目药甲垃圾排出来。不过若是无改善，一定要随去给医生看，才袂愈拖愈害。记者看下做库超用高雄场报道。伫苗栗湾里有一笪土地进前防偷倒废酸水。这查了到地，所标出遐有1800栋碎玻璃嘛，共款蹲伫咧遐，而且重金属盐超过标准84倍。目前查到3间公司甲现场的负责人等5个人涉案，照废弃物清理法，甲因提起公诉。警察人员对太空包内底捡破去的玻璃采样，苗栗县万里店顺天段一个土地，互人非法放1800栋有毒的歪地玻璃，内底含传统的电视 CRT、电视滚波的面板，也佫有麻掉的粉砂，附近民众感觉是真困扰。主要是废玻璃啊，那它那个太空包有破掉，有破掉之后啊，就会有一些都会跑到我们这边来。整个案件是检警权专案小组2020年查到台中清水农地防倒废酸洗液，依照线索发现苗栗万里这个有姓为民众承租土地也防倒物件，所员查出案外案，现场也放废玻璃、歪地塑胶加集电弧，废玻璃经毒性特性验出停尸，检出重金属盐超过84倍。里面的铅的浓度，我们用溶出实验去做一个实验。它的浓度都超过我们的标准，那最高有达到80几倍了，所以这个部分它判定为有害事业废弃物，这是非常明确的。警方今年初发动搜查，台中地检署做原侦结，甲涉案的清除公司、市场负责人这5人，甲另外2间应该回收废弃物处理业公司提起公诉，并且没收犯罪不法所得。
576万外。也若废塑胶，也有废集团府牵涉16间公司，因为成立缓刑，而且清除完毕，得到反起诉。权官司讲，这土地已经互苗栗县府列做政治的场址，若受粉刷夜背情况，建议附近民众保持距离，出外大嘴暗，以免危害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地方法院前法官周正年做法官15年，在这个期间，防指控控制、强迫当事人和解，甚至是当庭恐吓少年家，都爱扇家己的喙皮等等喊告的行为。就算即卖已经离职，要是去互中介法院判撤职，停止公务员的资格3年，也就是讲，袂使阁做法官或者是律师。伫台顶演讲分享法律的经验，当时担任苗栗第一少年家家事法庭法官的周正年，有超过15年的法官经历。不过任职期间表出争议，侵害当事人的权益。尽管伫案发了离职，周议员互中介法院判停职，并且停止任用3年。被负惩戒人长期怠忽职责，违反相关办案程序，而且未尽到自律及自我管理的责任，已经严重影响当事人的权利，并损及司法形象审据。看遮以多项的违失，中介法院认定有当庭要求少年归落去，家己扇喙皮，强迫当事人和解，也为处理私事，随意取消停期，无理由严重来接案。警察捌伫值班受理刑案案件无及时到医讯问，反倒当指示法警去向被告沟通，用交保真侪条件，爱对方拒绝，暗时讯问就使免伫暗时开庭。我太太目前这个身体状况，她的确需要去疗养，需要时间，所以对于回任法院或公务员的工作啊，其实我们早就不做慈想，但是呢，怎么可以把说对于法官的处罚呢？连带去剥夺这个法官之前取得的律师资格。这摆撤职判决，若禁止周正年搁再担任法官，就连转任律师的可能性拢因此被限制。也互周正年的翁婿表示遗憾，也正在讨论是不是要上诉。我们期待的是，对于法官而言，院长可以更早介入来关心工作状况，然后让这相关的事情不会那么严重。对着法官的维持问题，民间司改会建议，院长平常时就要多加注意每一个法官的行为模式、心理的状况，才有多地都开始就法家各样急杀来介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有真侪台语团体积极呼吁，都要设立台语发展委员会，嘛发起联署。就一日高雄市长陈其迈已经拍头阵签署啊，也那家人市长陈国良嘛答应要编预算来做，打算伫咧过年之前要伫咧文管局下底成立台语委员会。台语委员会里面的一些规章制度，我们现在正在订定。让甲咱报告一下，咱今麦规个进度会使无？这样好，我建议是这样哦，我们在农历年前，麻烦你把它成立好，开第一次大会。19日家人市议会总质询的时，针对台语委员会敢会设立的问题，市府表示正已经在定规章制度，市长陈国良嘛答应并预算尽力来做，打算旧历过年前要成立属伫咧文管局下底，未来通办台语活动。提案的议员张浩涵表示，伊希望这个委员会通对台语家庭和福祉的政策落实有帮助。咱刷落来嘛是希望讲邀请一寡民间的团体，不管是台语路啦，还是讲足侪咱的民间的团体，做伙来大家想看卖讲，这是全台湾头一个委员会，咱是透过这个部分内底，会当搁较推动搁较侪政策的一个方向。台语政策推动联盟自10月底发起台语发展委员会联署，呼吁中央和地方应当做阵拍拼。顶礼拜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已经拍头阵参与中央的联署，但地方的部分伫家人已经拼出成果。不过民团呼吁相关的台语委员会莫干那为着办活动才做，嘛建议各县市通照国家语言发展法来推动台语正做地方通行语，去做台语环境。因除了讲有这个台语发展委员会以外，伊嘛会使根据国家语言发展法内面的规定，就是讲县市政府伊嘛会使透过因的这个名义单位，那通过了后，会当因迄个所在上侪人使用的语言来做因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通行语。民团表示，目前已经有231个团体和公司，甲3000外民众参与联署，嘛希望设立台语发展委员会的层级，会当下部会沟通，莫干那限制伫文化教育单位下底，安尼台语环境的推动才有通全面。记者卢尚如、王志光家人报道。来看中正大学台文所配合家己文学季举办行读的活动，用台语小解英国故事甲社区的发展。
要让民众透过台语来认捌在地历史。伫学校内底，小界囡仔台发生伫民雄东宁国小甲社区的故事。国立中正大学台文创研所邀请在地台语剧本的台文转译创作者举办台语的行读活动。趣味了，若是通学到其他的物件，安尼是愈好。所以我其实是抱着这种希望大家当感觉趣味啊，故事有印象。上要义安尼，若拄啊好，你对台语有兴趣，拄啊来听安尼，你会想要学这个台语，安尼当然是阁愈好。虽然我毋是读这个，但是伊咧讲伊较早的代志嘛，互我想起我故事的时阵代志，所以嘛是咧共鸣，嘛是感觉真趣味。中正大学台文创研所表示，即届2005家己文学季设定民雄山野路的文学主题，有邀请文学、音乐甲戏剧的台文创作者，透过因的分享，问人来讲在地故事，嘛希望台湾文学的推广会当有多元的内容。山野厝路咧行的时阵，就知影讲哇，咱遮是有文学、有音乐的文学，嘛有剧本的文学，嘛有评论的文学，等等。中正大学台文所拄啊好是这条路的路头，嘛是这文学的源头。文学季甲培育台语家庭的计划合作伙，透过文学的角度来讲地方囡仔台的故事。台文创研所就指出，学母会当为生活体验来学习，文学传承社区的记忆，嘛培养因对在地文化的认同。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继续，咱要来看南投县的玻璃社厅，到今年已经是150周年啊！玻璃店有一间已经开67年的柑仔店，最近因专工伫咧店内打造一个大玻城的展示区，要来展览古早生活器具。柑仔店的头家娘亲切含人客小酒饭。南投县玻璃店这间柑仔店已经开67年啊，除了卖一寡糖仔饼、饮料，嘛有卖玻璃农特产。店内也布置早期玻璃车头、架仔甲店面的老相片，阁有算盘、茶杯桶仔等50年代的老物件。配合今年是玻璃社厅设立150周年，头家娘特别打造一个大玻城展区。展示得甲相关用品，亲像米螺、茶篮，有济济案仔，拢是清朝时百姓生活中的古早物。回来柑仔店这边寻宝，有麦芽糖，还有米茶，还有甘露。头家娘讲，过去看妈妈咧做生意，拢是甲人讲台语，所以也做了几纳面看板，小解柑仔店、米螺、碟算盘，才会台文用字甲拼音。趁囡仔来参观的时阵，会顺续甲因讲台语。柑仔就是这叫做柑仔哦，毋是柑仔糖的柑哦。柑仔店就是因为摆足济这柑仔在展示物件，才会叫做柑仔店。牡丹社事件之后，这清朝政府就开始开山抚番的政策，再开始伫玻璃社这个原住民的生活的所在，给设一个玻璃社厅。大玻城是玻璃开发历史的重要起点。玻璃电工所今年也举办3场探访大玻城遗址、行读活动，带民众踅玻璃古城。12月初7有一场，公所欢迎民众做伙来认捌玻璃文史的水。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体坛大车拼，东京听众奥运即马阁传来好消息，咱台湾的代表队摕到头一块金牌。保龄球女子团体决赛，咱拍赢韩国，成功摕到头名。也若乒乓男子团体比赛，咱是摕到银牌。目前累计咱台湾是已经摕到1块金牌、5块银牌，也阁有5块铜牌。张耀前、王玉琴、陈怡妙，一个林雅琴4位选手，徛伫咧颁奖台，欢喜的摕到这块金牌。因进前是第4名进入4强赛。对排名第1的乌克兰时阵，先抢到第1局。虽然第2局被逆平，不过决胜局时阵表现正好，赢对手拍入去金牌战。伫决赛对南韩，台湾女子选手配合甲正巴，抑个正稳定，获得正强，连续赢2局，赢南韩，摕到台湾代表团伫这届听奥的第1块金牌。在我上跟队友有互相帮忙，互相鼓励，然后就算是非常重要。团体比赛真的很紧张，还好大家一起支持，互相帮忙，真的很棒。
过来看桌球男子团体赛，杨英宗、郭岳东、王凯翔、罗书杰组成的台湾代表队，第4强对地主日本，虽然有对方满场的加油声压着，表现也是真稳定，3-0赢日本，进入金牌战。金牌战对中国，虽然全力拼，也是0-3输给中国，咱摕到银牌。年纪大了，还是有影响，体力还是不够好。对，毕竟中国都比较年轻。对，然后我在打的技巧还不够走，速度还不够快。必须得到银牌，就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已。25是听学最后一港的赛程，台湾提牌的重点项目羽球加保龄球，分别要进行团体赛加混合组团体赛，有机会搁提牌。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看中华职棒的消息，乐天桃园队昨天举行记者会，宣布会有高层的人事异动，会由日本东北乐天金州社长新井诚之暂时代理执行长，要来强化管理甲营运。也若针对外界关注因敢会转卖球团的问题，因伫咧记者会直接回应，无要转卖。まず売却に関しましては、我々楽天モンキーズは楽天グループの中でも極めて重要な位置づけ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ので、売却に関しまして今全く考えてございます。乐天桃园的集团高层24开记者会，亲自采讲球队无要卖，强调这是球队的高层做人事调整。今年5月初2才上任的第4任乐天桃园的领队木野信辉，只干做206天，将这上底面的领隊，这么是东北乐天金州队社長曾井誠之将代球團 CEO。これを早急に改善するべく、今回この不備に対しての責任もありまして、CEO である牧野氏にご退任いただきました。将代乐天桃园执行长的曾井誠之講，自明年春訓開始進前，會徹底改善球隊大甲只的問題，加找一寡餐飲業者，也確保餐廳的衛生環境。怎麼找3棟宿舍，會聽選手的意見了，才個做決定。因若新任總教練的人選，伊講球團已經加幾位候選者面談，有日本籍也有台灣籍的教練，確定了才會對外公布。今天的我會超越你想象的極限，今天的我會證明我能征服世界。12強棒球賽提冠軍的影片，佮搭配電影的旋律，台灣棒球紀錄片電影冠軍之路主題曲，今仔日的我 MV 正式公布。紀錄片用9個月時間，在台灣、日本、美國3個所在訪談70位受訪者，經歷超過300點鐘的影片。其實從今年的資格賽，就是 WBC 的資格賽，我們就已經有在球隊在集訓的時候，我們就已經開始在拍攝。那因為唯一重複的球員就是只有陳傑憲，然後還有整個教練團，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從中去捕捉一些可能當初去年11月的時候一些沒有被拍攝到的畫面。高規格翕國家隊紀錄片，冠軍之路正式的海報也在記者會展示。台灣隊長陳傑憲講出紅讓賽場時陣，在現場比一個大掛號的手勢，進前發的預告片，在個國片台觀看次數已經超過50萬遍。電影組的集資計劃，才逐工就超過250萬。記者綜合報道。真濟人攏真愛食海產，不過因為人類為咗賺錢掠了過多，所以即馬海產的數量是愈來愈少。為咗防止物種，因為國際部又來斷種，即馬歐盟打算要加日本鰻、美洲鰻等等19種的鰻仔列入去強迫斷種的清單內底，來進行貿易的管制。不過，這對日本來講，會是上大的衝擊。所以目前日本嘛，當咧想辦法要來阻擋這件代誌。日本是全球上大的鰻仔消費國，大體珠寶加節慶喜事會當講攏有鰻仔。去年食到鰻61000噸，多數是人工養殖，其中7成可進口。因為日本鰻仔的數量逐年減少，2014年已經列入國際自然保護聯盟變貴名單，計數也喺過去15年來強要翻倍。でもやっぱり食べたいって感じですよね。高くなっちゃっても
为着保护马族群永续，后面拍算第2时召开华盛顿公约会议上，扩大马国际贸易关系。除了严重濒危的欧洲马之外，各种亚洲马、美洲马等全球19种马，拢列入濒危附录清单。未来出口爱互相合法的证明，不过日本强烈反对。烦恼另外条件甲行政成本会冲击经营，造成起价。强调日本已经严格管理，绝对袂互马未绝。国内的には養殖業の許可制度などを実施してますし、国際的には東アジアの日本ウナギが生息している国地域である日本と中国、韓国、台湾と協力して。日本马的马仔只会当伫北太平洋、东亚海域掠野生，即马数量只存1960年代的1成。不有组织讲，日本过去长期走私欧明马仔，欧明实施禁令了后，即马加入比海龟管也增加，因为外形亲像，真歹分辨造成非法贩运猖狂，爱搁较多的杜绝。It's the largest wildlife crime of a living creature. As you've got 5,000 or 6,000 eels in a kilo. 后面即摆的提案有价27表决，爱得到华盛顿公约180个成员国中2/3以上赞成，才会当通过。日本已经调集50外国大赛优势，阻挡提案得到通过。公司新闻是非常平易。因为战争破坏环境，也佮有气候变迁，亲像做大水等等，伊拉克古城乌尼甲巴比伦古文明受到损伤。有专家警告，若是唔赶紧采取修复甲保护的行动，这人类早期文明真宝贵的遗迹，都有可能会永远消失。这是人类上早城市之一的乌尔维列。考古学家详细检查这款有几多千年历史的壁面，因为气候变迁造成的苦化、极端降温加土壤盐分浓度增加，古城有一寡建筑结构已经有损害，专家正担心有可能会倒来。هذه الأملاح ظهرت نتيجة الاحتباس الحراري وتغير المناخ أدى إلى تدمير أجزاء مهمة من المقبرة إضافة إلى أجزاء أخرى في مدينة أور الآثارية. هذه التغيرات المناخية أو التطرف المناخي الذي نسميه يعمل حاليا على إنهاء جميع المباني الموجودة في مدينة أور. 乌尔古城2016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遗产。北边的乌尔大神塔，建伫公元前21世纪，是苏美人祭祀月神兰纳的神殿，典型古代帝国的宗教仪式加信仰体系。这座壮观的建筑物，唔那是水个大，也正深厚的文明意涵，是保存上完整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建筑之一。 和研究世界上早文明提供珍贵的实物证据，可化加高盐分的土壤和神塔侵蚀损害。其中第2站建筑物有一寡结构已经无去啊。根据考古记录，本来神塔高度27公尺，即马只敢若剩17公尺。 الشمالية هي العامل الأساس والأول في تآكل أجزاء البناء، خصوصا أن هذا الشيء راح نشاهده في دبلا الماخ والمقبرة الملكية والزقورة، خصوصا أن الجزء الشمالي من الزقورة يتآكل بسبب انه المناطق المطلة على الجهة الشمالية هي مناطق كثبان رملية، فهذه الكثبان الرملية 古巴比伦的考古遗址也拄到同款的危机。专家讲，遗址的建材是当地盐分较少的土壤，无容易受到气候影响。不过不当的修理和遗址的结构变质较脆，高盐分的土壤慢慢侵蚀古建筑物的黏土结构，就要赶紧积极维护。若无这款怎么看起来一个正清楚的苏美时期浮雕？ 以后后代子孙可能会看袂到。هذه الآثار بمجملها تستدعي دق ناقوس الخطر والانتباه لها وأيضا حل المشكلات المتعلقة بترميمها والتنقيب عنها ولا سيما نقص التمويل الخاص بها وأيضا 自1980年代两伊战争、1990年代初期的破坏战争，到2003年美军入侵。 一个叛乱势力甲伊斯兰国几60年来战乱，已经对伊拉克的历史遗址造成正大的伤害。即马气候变迁，佮进一步影响生态系统，加深历史遗址保存的危机。考古学家警告，若是无赶紧采取修理加保护行动，这款人类早期文明的珍贵遗址可能会永远消失。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
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5度至22度。还佫有这3日的气象。下回温度会佫降低，提醒乡亲大家都爱穿好少。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